弟兄姊妹平安，我哋有復活節聖週日吃生命糧。今日咧係講到逾越節前一日，即係話咧2000幾年前嘅禮拜三下晝6點開始咧，一路去到禮拜四下晝6點㗎。嗰日咧就發生咗咧瑪利亞獻香膏，亦都咧係猶大咧密謀賣主㗎。咁有弟兄姊妹咧就係趕進度喎，真係好激勵我啊！真係，我要趕住個進度，知道咧聖週裏面咧復活節嘅聖週裏面咧，耶穌基督各樣嘅為我哋所講嘅所做嘅嘢所以都為我加咗油喎，我都要咧加油快啲先得㗎啦。咁我都要咧係快啲去做禮拜四晚至到禮拜五6點鐘。不過咧，逾越節當天呢一次咧，可能要分兩次即係下一次咧，就要分兩次㗎，因為內容真係好多。如果唔係咧，一次講幾個鐘真係唔掂啊！真係，我而家擔心分兩次咧，每次都成個鐘啊！咁為我祈禱啦，咁我希望咧，你唔需要勉強啦。如果你趕到進度，你就趕啦；趕唔到咧，起碼咧，你能夠將來慢慢咧，將整個復活節聖週各樣嘅細節咧，各樣嘅聖經咧，你都係讀過嘅。錄影好好嘅，你又可以慢慢咧，再去回味咧，再去咀嚼嘅。咁所以趕進度係非常之好，但係慢慢咧去咀嚼回味咧，亦都係好好㗎。好，我哋咧嚟睇逾越節前一日，咁我哋嘅主咧喺逾越節前3日，嗰日好忙。咁咧大家都一齊去睇晒有關嘅經文㗎啦，你都知道主係好忙㗎啦嗰日。咁但係主耶穌咧為我留下咗一個非常之好嘅榜樣。就係話咧，喺一番嘅勞苦之後咧，係應該要隱藏起嚟嘅，讓自己咧同天父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內室禱告嘅時間，有讀經祈禱親近神曠野嘅時間嘅。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琴日所講嘅逾越節前2日。咁主耶穌由禮拜二夜晚咧開始休息啦。咁禮拜三成個日頭咧，佢都係隱藏咧去親近天父噶。去到禮拜三嘅夜晚，就係今日講嘅內容咧。主耶穌咧就去到呢個伯大尼西門嘅屋企。西門係一個長大麻風嘅人，我相信咧佢係為咗感恩感謝主嘅醫治啦。就係擺設筵席。你諗下一個長大麻風嘅人咧，喺以前嘅時候喺以色列當時嘅時代咧，係唔可以住喺呢個社區㗎，係要住喺啲山窿住喺咧一啲咧冇人到嘅地方㗎。嗰啲家人咧定期係攞啲嘢食俾佢哋食，遠遠擺低㗎，唔敢行埋去㗎，好凄涼。但呢個西門竟然得到醫治喎，你話佢幾感恩係嘛？佢就為主咧擺設筵席。不過可惜呢個西門即使係咁感恩咧，佢嘅感恩咧係唔夠到位喎。瑪利亞咧就做咗一件美事。好，我哋嚟到睇到呢段經文，琴日都睇過啦。有條打橫嘅紅線咧，我係特別咧提醒你，紅線以上嘅時間咧係逾越節前2日嘅禮拜三嘅早上，我哋琴日講咗啦。而今日咧，我哋就接住咧係講逾越節前1日嘅開始，即係禮拜三嘅晚上。瑪利亞獻香膏啦。過咗2日係逾越節，我哋琴日亦都提過因為咧主耶穌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再過一日咧就係逾越節前1日，再過一日咧就係逾越節當天啦。呢一日咧，主耶穌咧就係明講噶啦，時間係嘛，位置點樣死亡都講得好清楚。
門徒冇可能聽唔到㗎，係咪啊？門徒冇可能唔入心㗎，係嘛？門徒冇可能冇反應㗎，係嘛？我真係好奇怪㗎。咁啊，有時咧，當我哋去傳福音嘅時候咧，我都發覺冇理由佢唔明㗎，係嘛？冇理由佢唔入心㗎，係嘛？當我哋去傳講神嘅話語嘅時候，都係㗎。啊，原來屬靈嘅世界就係咁嘅。啊，真理咧，即係喺好多人嘅面前咧，就真係好似咧，佢好似盲嘅一樣㗎。啊，好似咧左耳入右耳出㗎，即係完全係唔合理㗎。咁啊，因為都有屬靈嘅爭戰嘅，魔鬼咧都係去整到啲人咧聽到好似聽唔到咁啊。你諗下，主耶穌講得幾清楚，佢話過2日。所以個日期都講得好清楚嘅喎，係嘛？等佢哋知道嗱，聽日啦，再後日啦，人子將要被交給人，即係有人嚟捉佢啦。咁然之後捉佢就要判死刑喎，釘死喺十字架啦，好大件事㗎。如果你所愛嘅嗰位主啊，你所愛嘅嗰位恩人啊，你所愛嘅嗰位老師啊，喂，佢要被釘死，佢要死喎，釘死十字架喎。啊，點解12個門徒聽完係冇咩反應？猶大唔好計佢啦，咁其他11個都冇反應嘅。咁甚至乎猶大咧就賣主啊。不過咧，我哋睇到喺下面咧，就講到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風的西門家裏，有一個女人拿着一玉瓶極貴嘅香膏啊，價值1年嘅人工咁多㗎。趁耶穌坐席嘅時候咧，澆在他的頭上。趁住瑪利亞趁住唯一嘅機會，哇！佢唔單止上心喎，佢仲諗過度過喎，佢仲咧醒到咧捉住最後機會喎，因為逾越節前1日咧，佢冇機會㗎。點解啊？呢個應該話逾越節前1日嘅白天咧，佢係冇機會㗎。晚上有機會啊，因為佢係晚上嚟㗎。所以咧，即係等於我都話呢個好容易令我哋咧習慣咗個時間個排序咧，就會亂嘅啫嚇。咁啊，好彩我哋及時咧喺度改一改翻佢啦。好，咁咧瑪利亞諗過度過嘅喎，因為佢知道咧呢個係緊緊嘅機會啦。呢個晚上過去咗咧，去到逾越節嘅白天咧，即係逾越節前1日嘅白天咧，佢係冇機會嘅。因為主耶穌咧就係好多嘢要忙㗎。咁而喺呢個逾越節當日咧，即係最後晚餐咧，瑪利亞唔可以參加啦，因為主耶穌係同12個門徒嘅。咁跟住最後晚餐之後咧，係被捉拿啦，被釘十字架啦，佢都係冇機會㗎。所以你計下係咪？如果你心水清啲，呢一個係唯一一個最後機會啦。即係點解瑪利亞咧又識得捉緊呢個最後機會？11個門徒咧冇反應嘅啦，甚至喺度埋怨嘅喎。佢哋後嚟真係嘥晒啲香膏啊咁樣喎。咁啊，點解猶大呢？甚至乎賣主呢？而瑪利亞咧就竟然為主咧做出一個美好嘅反應，佢為主咧做咗一件美事。咁唔能夠唔讀呢一段嘅經文啦，好熟噶啦，係嘛？路加福音第10章38至42節。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咁即係瑪利亞嘅家姐啦。接他到自己家裏，他有一個妹子名叫瑪利亞，在耶穌腳前坐着聽他的道。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咧好忙亂，
踢晒腳要揾人幫手啦，就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去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他來幫助我。嗱，咁老實講，唔做家務梗係唔啱，係咪？不過喺呢個時候咧，主耶穌話：馬大啊，做家務係緊要，但係有一樣嘢更緊要啊！你阿妹就揀咗呢個上好福分啊！馬大，馬大，你為咩嘢事咧去思慮煩擾咧？你為許多嘅嘢都去煩，煮啲乜嘢，整啲乜嘢，但係不可少嘅只有一件啊！你嘅妹妹瑪利亞已經選擇咗呢個上好嘅福分，是不能奪去嘅。咁啊，喺今次復活節嘅聖週咧，追進度嘅弟兄姊妹咧，我都好恭喜你啊！即係你好似瑪利亞喎，真係咪？所以你有機會係為主咧做美事噶啦。先有主腳前嘅內室讀經禱告。如果瑪利亞唔係一個咁渴慕上帝話語嘅人，不惜咧俾家姐咧誤會咧，佢都要去聽道嘅人，不惜俾門徒去埋怨咧，佢都要獻香膏嘅人，係嘛？佢又點會咧行出神嘅道啊？聽道好重要，讀聖經好重要。今日咧好多基督徒話自己好忙啊，忙到咧少少時間讀聖經，佢話都唔得啊咁樣。咁你如果唔去讀聖經，唔去，而且唔係讀下就算喎，你唔去用心去好好啲去睇去了解啦，咁你哋點能夠係聽得入呢？你點能夠聽得明呢？你又點能夠行出嚟呢？以基督為中心嘅人，先有可能咧喺信仰上清心嘅。瑪利亞咧聽道之後咧，佢係以基督為中心嘅喎。但係啲門徒點啊？啲門徒咧，主耶穌同佢明講啊，喂，過2日我就俾人捉，跟住會被釘死十字架。但係佢個腦咧唔係着緊主耶穌㗎。佢諗緊自己嘅喎，或者諗緊咧猶大諗緊錢嘅喎，或者佢諗緊佢哋想要嘅嘢，譬如話以色列復興啊咁樣啦，等等。所以咧睇到好似睇唔到，聽到好似聽唔到嘅，左耳入右耳出，毫無反應嘅。即係我哋要做一個清心嘅人，清心嘅人咧係有福啦。因為佢哋必得見上帝，都盼望咧，我哋係一個清心嘅人，好好地讀聖經，俾聖經咧嚟到感動改變我哋嘅心嘅時候咧，我哋以基督為主啊，以佢為中心嘅時候咧，我哋嘅心就好清啦。當我哋諗自己咧，以自己為中心咧，以我哋所掛慮嘅事嚟到煩惱為中心咧，我哋嘅心就好污濁嘅，明明講你聽，你都係聽唔到嘅。清心嘅人有福，因為佢哋能夠咧認識上帝，能夠咧對上帝有回應啊，能夠為主作美事。咁啊喺馬可福音呢一句咧，特別咧係講到打破玉瓶。逾越節前6日嘅時候咧，瑪利亞聽到一句説話。當佢嗰一次咧用香膏咧幫主耶穌洗腳嘅時候咧，啲門徒難為佢啊。但係主耶穌話：你哋不常有我啊。約翰福音12章8節咧，就唔係我哋今日講日啊。我哋今日講呢日逾越節前1日。咁即係佢5日前係聽到啊！主耶穌話不常有我喎。喂，我唔知道你聽到你會點呢？如果你聽到一個你愛嘅人同你講：喂，我同你喺埋一齊日子唔多噶啦，咁你有咩反應呢？
我若無其事，講下嘅啫，係嘛？啊，邊會啊咁樣？但係瑪利亞聽到啊，佢入心啊，哇！主耶穌同我哋一齊嘅時間唔多咯喎，咁我要趁住僅有嘅機會咧，去獻香膏咯喎。喂，今次咧唔好講笑啦，上次都俾人攔咗喎，今次咧果斷啊，打爛個玉瓶先，因為今次唔打爛玉瓶獻晒啲香膏咧，冇機會啊，剩翻喺度都冇用噶啦。所以喺逾越節前6日咧，瑪利亞係冇打爛個玉瓶嘅，佢用香膏嚟為主洗腳，其實佢係用最高嘅規格嚟到接待主嘅喎。咁主點講咧？佢話瑪利亞嘅香膏咧係為佢安葬之日存留嘅，所以佢啲香膏咧用咗啲嚟洗腳之後咧，其實都留起咗嘅喎。留起咗做咩啊？為咗主安葬用嘅。去到我哋今日講嘅呢一個逾越節前一日咧，瑪利亞就好果斷啦，打破個玉瓶佢，用香膏咧澆喺主耶穌頭上，獻上一個最高規格嘅安葬禮儀。其實安葬咧，嗱我哋一路睇到咧，逾越節嗰日啦，係嘛？跟住咧，逾越節嘅第2日啦，我哋睇到好多安葬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就知道其實安葬咧唔係用到咁貴重嘅香膏嘅，可以用，但係好多人咧都係用一啲香料嘅啫。瑪利亞真係將你知唔知啊？一個女子啊，香膏係為自己出嫁嘅時候用㗎。如果自己出嫁嘅時候冇香膏咧，啲人就覺得你係咪好窮啊？定係你點樣㗎？你唔重視婚姻嘅咩？你冇為你嘅婚姻去存留香膏咩？瑪利亞話：我豁出去啦！我唔諗我自己啊，我唔以我自己為中心啊！我諗乜嘢啊？我諗主耶穌安葬嘅需要啊！所以我嘅香膏唔係為我出嫁存留㗎，我嘅香膏係為主安葬存留㗎。其他嘅女孩子佢哋係為自己出嫁存留香膏㗎，我係好怪㗎啦。大家都會可能覺得好唔理解我㗎，點解你咁浪費啊？點解你會咁做啊？但係我咧好感謝主喎，係咪？佢係嗰位高天之上喺至高之處降生嚟到成為人，嚟到救我哋嘅喎。佢又愛我哋，佢又咧教導我哋，甚至乎咧瑪利亞話我嘅弟弟拉撒路咧都係佢使佢復活噶，佢仲要為我釘十字架喎。十字架係好痛苦嘅死刑嚟噶，佢又為我死，等我能夠生喎。所以咧我梗係唔為自己啦，佢都唔為自己啊，佢為我而死啊，咁我梗係唔為自己啦，係咪啊？用愛還愛呢一個嘅道理啦，係我今年咧好想鼓勵弟兄姊妹認真去思想。瑪利亞就係咁，佢話我唔為自己出嫁存留香膏啊，我為主嘅安葬咧出嫁為主嘅安葬咧嚟到存留香膏，而且咧主耶穌講咧喺逾越節前嘅一日咧，瑪利亞將呢個香膏澆在我身上，係為我安葬用，所以嗰日咧就可以話預先為主耶穌嘅安葬咧做咗呢個禮儀，最高規格嘅禮儀。嗱，如果你一路睇落去咧，你就發覺聖經講到咧，好多人都想用香膏去膏主，但係最後咧都係冇機會嘅，因為佢係錯過咗一個回應上帝嘅機會。弟兄姊妹，真係我哋都係噶，我哋人生裏面咧都要趁住機會噶，所以主耶穌成日都話趁住白日啊，因為我就係嗰個光啊。咁啊，如果你錯失咗個機會咧，主耶穌都係釘死咗十字架，埋葬復活咗啦，你仲話攞香膏嚟到為佢安葬用咧？冇噶啦，唔使理噶啦。
係嘛？所以今年復活節咧，你都要祈下禱，諗下有啲乜嘢我要捉緊機會呢，唔好錯失啦，嚟到回應主，嚟到滿足主，嚟到侍奉主嘅。咁喺馬可福音咧就講到咧，瑪利亞係盡佢嘅所能。講到瑪利亞係做咗一件嘅美事。馬可福音話有幾個人心中很不悅。呢幾個人咧就係幾個門徒嚟噶。因為其他聖經咧就講係門徒嚟噶，唔係普通人嚟噶。咁佢哋話何用這樣枉費咧？咁樣學猶大講喎，執猶大口水尾喎。佢話呢個香膏可以賣30多兩銀子啊，一年嘅工資啊！一個人翻工咧，一個成年人咧做一年啊，真係唔少錢啊，真係，係嘛？佢話可以攞嚟周濟窮人啦。佢就向瑪利亞咧好生氣啊，所以都唔容易面對嘅喎。如果人咁樣對你好生氣啊，甚至乎佢哋好似唔放過去咁喎。主耶穌話由佢啦，唔好為難佢啊！做咩為難佢啫？佢喺我身上做嘅一件美事啊！呢個美事咧，真係我心裏面好渴慕。我點能夠為主耶穌做一件美事呢？今年復活節咧，我去做呢一個復活節聖週，日吃生命糧，算得係咩呢？有咩美事我可以為主做呢？然之後主耶穌話：常有窮人同你哋一齊啊！你想周濟窮人，大把機會啊！但係咧，你哋不常有我，所以主耶穌第二次講不常有我咯。不過呢一次咧就更迫切啦，係咪？其實5日前都講咗一次，瑪利亞嗰次係聽到啦，不過門徒係呢一次都聽唔到喎。佢都唔會話：哎呀，醒覺啦！主耶穌做今朝唔係講咩？話要為我哋釘十字架咩？咁樣門徒都唔知個腦諗緊乜啊！真係。主耶穌話咧，瑪利亞所作嘅咧係盡他所能。盡他所能好緊要嘅喎。大誡命，知唔知道我哋基督徒有一個叫大誡命，有一個叫大使命。大誡命咧就係舊約嘅總結啊！大使命咧，聽日逾越節當天咧，主耶穌有提到嘅。你係咩？唔係復活之後咩？佢預先咧已經係講咗啲噶啦，復活之後先正式頒布大使命啦。咁你話係咩？咁係噶，你用心去聽啦。當我講到逾越節當天，你會聽到。大誡命就係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哋嘅上帝，而且咧，如果你真係愛主咧，你應該有愛人嘅心同行為嘅，所以你亦都會愛人如己嘅，就係一個硬幣嘅兩邊咁噶。有人話我好愛神，好愛神，好愛神，但係佢冇愛心嘅行動，對人冇愛心，嗰啲係假嘅，扮嘢嘅。咁所以佢最重要係盡所能啊！你話我冇香膏喎，係嘛？你話我冇瑪利亞咁聰明喎，或者你話我聽唔明聖經喎，總之你好多理由啦，好多藉口啦，係嘛？但你唔使擔心咁多嘢㗎，你有幾多盡幾多就得㗎啦。所以咧，我哋去愛神咧冇擔子啊！聖經話咧，我哋喺主嘅面前嘅擔子好輕省嘅。嗰個軛即係話，即係牛咧咪背脊咧咪有嚿木咁樣，嗰個軛咧去耕田嘅咧即係我哋孭住個軛去耕田啊，去為主開墾啊，去為主做嘢咧，好容易噶。點解啊？因為你有幾多做幾多就得噶啦，盡你所能就得噶。佢話瑪利亞所做嘅就係盡佢所能嘅，佢係為我安葬嘅事咧，將香膏預先曉喺我嘅身上。馬太福音咧就講到話，普天之下無論喺咩地方傳呢個福音咧，
都要講到呢個女人所行嘅做個紀念喎。咁好多人讀完就算嘅。喂，你諗下，我哋唔好好似啲門徒咁啊！主耶穌講咗啲嘢，我哋左耳入右耳出。喂，咁你其實佢講呢樣嘢好重要嘅喎。佢話我哋無論去邊啊，即係你喺香港又好，加拿大又好，去邊都好，你去邊度傳福音咧，都要講到瑪利亞嘅事喎。咁你真係話唔係好明喎。你去邊度傳福音都要講十字架咁啊，梗係啦，係咪？你講瑪利亞做咩咧？原因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瑪利亞係一個願意聽道嘅人。如果你去傳福音嘅時候，你係聽你傳福音嘅人咧，佢唔好左耳入右耳出啊！佢要好似瑪利亞咁坐定定啊，聽道啊，係嘛？咁然之後咧，佢先至會有回應噶嘛。如果一個人聽咗你傳福音，佢都冇回應嘅，我聽咗，幾好啊咁樣，佢完全唔會話咧感謝主或者咧決志啊，然之後做基督徒咧，咁你同佢傳福音好就好，但係咪好可惜啊？你講道都係噶，譬如我講呢個而家同你哋分享呢個復活節聖週亦係生命糧。咁聽下咯，咁樣係咪左耳入右耳出咯？咁樣聽咗咩唔係好知啊？咁樣啦嚇，我聽下啦咁好可惜噶。如果能夠有人聽嘅時候，好似瑪利亞啦，坐定定用心去聽啦，有一個內室嘅咁樣嘅時間去聽，去祈禱啦，然之後去行出所領受嘅上帝嘅真道咧，咁啊真係好寶貴。所以我明啊，點解主耶穌話你作為一個傳道嘅人，或者作為一個分享神話語嘅人，你其實都係要講瑪利亞呢件事噶，因為你要教聽你嘅人咧，係好似瑪利亞咁。不過我哋自己咧，要先成為瑪利亞。如果我哋自己都唔係能夠明白，能夠成為瑪利亞咧，我哋點樣去幫助聽我哋嘅人做一個瑪利亞咧？猶大咧喺逾越節前6日咧就埋怨，係嘛？咁其實佢唔係真心周濟窮人嘅，佢係個賊，係嘛？佢成日偷佢哋錢囊啲錢嘅，咁你真係好壞嘅啫。逾越節前2日咧，有幾個門徒咧又跟住埋怨，講嘅嘢咧，你睇下同猶大好似同一口徑嘅。咁究竟係猶大埋怨咗之後咧，帶動咗其他門徒喺逾越節前1日埋怨。晒你我之前做落嘅筆記啊，逾越節前1日啊，瑪利亞前1日埋怨。呢個都係我哋咧要準確我哋要咧將最好嘅俾主咁雖然咧唔係大錯係嘛，但係咧我哋都係應該要咧將最好嘅俾主。好，咁咧猶大埋怨，帶動咗其他門徒喺逾越節前1日開始嘅時候，嗰個禮拜3晚咧埋怨，亦都讓瑪利亞喺呢一晚咧好果斷打破玉瓶免得咧受到猶大咧佢去攔阻，係咪？甚至乎猶大咧已經唔止佢一個噶啦。如果嗰日唔係打破玉瓶咧，佢直情係已經有幾個人同佢一齊去攔阻噶啦。所以瑪利亞咧，佢知道一定要打破玉瓶，而喺呢個時候好可惜，呢個猶大咧貪財，走火入魔，佢決定賣主。
喺馬太福音咧就話佢開始揾機會咧要把耶穌交俾佢哋，同埋咧佢只係將主耶穌賣30塊錢嘅啫喎。記唔記得我講過啊？30塊錢係一個奴隸嘅一個嘅價值嚟嘅咋。喂，你點可以將至高嘅上帝當一個奴隸咁嘅價值嘅咧？值咁少錢係嘛？值一瓶香膏，一瓶香膏梗係唔得啦，都唔知幾多瓶無限瓶嘅香膏都唔能夠等於呢位至高嘅上帝啦，係嘛？我唔知猶大諗啲乜嘅，真係有時係咪我哋都會係咁嘅咧？馬可福音都係咁講，係嘛？然之後咧，路加福音咧就話撒旦咧入咗那稱為加略人猶大嘅心。呢個你有個問題問喎，咁其實撒旦幾時入加略人猶大嘅心啊？嗱，我哋喺約翰福音第13章第2節，13章27節咧，就係最後晚餐嘅時候咧，主耶穌咧係最後表達愛心啊，分啲餅，甚至咧好好服侍喎，將啲餅咧飲咗啲汁攞埋俾佢喎，差唔多等於而家滗埋飯俾佢，夾埋餸俾佢咁嘅意思㗎啦。咁啊，即係一個咧，如果你係有良心啊，你收手啦，係咪啊？但係咧，聖經話咧，當主耶穌一再向猶大表達愛心去挽回佢嘅時候咧，佢仍然係硬心，所以喺咁嘅情況都硬心嘅時候咧，撒旦就入咗佢嘅心啦。所以咧，嗱，你要睇到咧，聖經咧就係咁嘅意思嘅。路加福音咧就係話開始咗一個過程啊，由魔鬼咧將賣主嘅意思放咗喺猶大嘅心裏先，然之後逐步進入佢嘅心，去到最後晚餐咧，完全進入啦，明唔明啊？嗱，所以到路加福音嗰度話，撒旦入咗佢心咧，係咪就喺逾越節前一日獻香膏嘅時候，撒旦入咗佢心啊？咁定係逾越節晚餐嘅時候，最後晚餐嘅時候先入佢嘅心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個過程。撒旦開始入猶大嘅心，不過先將賣主嘅意思放喺佢裏面先，逐步咧係完全進入猶大嘅心。好，我哋今日停喺呢度啊！願上帝賜福俾你，願我哋咧將我哋心咧完全係屬於主，將我哋心歸佢。我來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現，耶穌，你是如此愛我，我單單屬於你。主，我在這裡獻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獻給你，因為我並沒有財寶和金銀能夠獻給你，唯有我的心。是你能悅納我心上的全所有，願我這一生成為你器皿，來完成你旨意。
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或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